自从2025年8月14日，每日新汉宫读经，主爱甲诚实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撒母耳记》下卷第2章第19、3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》下卷第2章。后来大卫问上主讲：我上去犹大的一个城好无？上主甲伊讲：好，通去。大卫讲：我着上去倒一个城？上主讲：去希伯伦。大卫就甲伊2个某，就是亚述的人阿希暖甲加密人拿巴的姨孀爱比该，拢上去遐。大卫嘛带群体伊的人甲因的家眷做伙上去，因就住伫希伯伦遐个城。犹太人来遐用油抹大卫做犹太家的王。有人甲大卫讲，埋葬扫罗的是基列的雅比人。大卫就找使者去见基列的雅比人，甲因讲：愿上主赐福恁，因为恁有用忠诚对待恁的主扫罗，甲伊埋葬。愿上主用仁慈、诚实款待恁，我嘛要答谢恁，因为恁有做即个代志。恁着坚强勇敢，因为恁的主扫罗已经死，他犹太家嘛已经用油抹我做因的王。扫罗的元帅尼尼的囝阿尼尼带扫罗的囝伊斯波设过去马哈念，设立伊做王治理基列、阿设、亚述列、以法莲、便雅悯，甲所有的以色列人。扫罗的囝伊斯波设40岁做以色列王，在位2年。毋过犹大家对大卫。大卫伫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，总共7年6个月。尼尼的囝阿尼尼甲扫罗的囝伊斯波设的人臣对哈马念去激辩。塞罗亚的囝约押甲大卫的人臣嘛出去，甲因伫激辩的水池边相拄，一队坐伫水池的即边，一队坐伫水池的迄边。阿尼尼对约押讲：咱来叫少年人伫咱的面前决斗。约押讲：好，互因出来。因就点人数，派少年人过去，属扫罗的囝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12名，大卫的部下嘛12名。因逐个抽对方的头壳，用刀拄入对方的胁下，安尼24个做一个倒落去，拢死。所以激辩迄个所在叫做希利家哈素林。迄日的交战真激烈，阿尼尼甲以色列人互大卫的部下拍败。伫遐有塞罗亚3个囝：约押、阿比斯、阿撒赫。阿撒赫亲像野鹿，遐尼牛走。阿撒赫对入阿尼尼，直直入，无偏左无偏右。阿尼尼回头看讲：阿撒赫啊，是你也毋是？因讲对。阿尼尼甲伊讲：你约去别位掠一个少年人，剥伊的裙服。毋过阿撒赫直直甲对，毋肯越走。阿尼尼阁甲伊讲：你越走毋通入我若着甲你杀死。若甲你杀死，我哪有面通见恁兄哥约押？阿撒赫毋肯越走，阿尼尼就用枪倒插伊的腹肚，枪捅过伊的骹脊疼，伊就倒落去，死伫遐。所有来到阿撒赫死的所在的人，拢停落来徛伫遐。
约押甲阿比斯对暗尼尼日落的时，因入到通骑遍旷野的路边，基仔对面的阿玛山。便雅悯人自己替暗尼尼成做一阵，徛伫山顶。暗尼尼叫约押讲：咱减通永远刣袂煞，你减毋知结局会真痛苦。你到伫时才要互跟缀你的人倒去，无过入因的兄弟。约押讲：我记永远的上帝咒詛。若毋是你安尼讲，我的部下就会入因的兄弟到天光。对安尼，约押分扫甲军队的人就停地，无搁对入以色列人，嘛无搁交战。暗尼尼甲缀伊的人规暝行军，行过阿拉巴，过约旦河，行规早起，才到马哈念。约尼无搁入，暗尼尼就倒来，自集所有缀伊的人，阿撒黑以外大笔的兵减19人。毋过大笔的兵拍死便雅悯人甲缀暗尼尼的人，总共360人。因跟阿撒黑去伯利恒，甲伊埋葬伫因老爸的墓。约押甲缀伊的人规暝行军，到希伯伦的时，天拄仔光。主爱甲诚实，伫政权交替之际，总是会出现乱流。大笔登基以前，先求问上主。大笔的做法真聪明，伊受抹油设立做王以后，就派使者向雅比人表达感谢。因为因对扫罗忠心，搁为着伊埋葬。大笔招募对扫罗忠心的人，化解可能的冲突。雅比人并无宣扬家己的功劳，因为安尼大笔加呼因，以王的姿态安抚，邀请因跟缀伊。大笔和雅比人无甲家己做的代志一直挂点嘴呢，互人反省所谓的功绩，无需要掠济自满。付出并毋是要讨人赞赏，是想讲要安怎活出上主的旨意。因无用中展露信仰的特质，无强调家己的服侍，反倒要质问家己是毋是有心存主爱、良善甲诚实。人若想要得到好的名声，并不在伫做偌济的好事来证明家己，堪得上主的疼，堪得别人的赞赏。重点在伫对上主忠心。大笔三番两次拒绝刣杀扫罗，但是扫罗每次只有伫当下忏悔，性命完全无改变。大笔看到扫罗的执迷不悟，敢袂理智。咱检察也会丢除讲，别人都毋遵守约定，为甚物我会用良善回应？总是环境也是其他的人的言行，无应该是咱跋倒也是放弃良善的理由，反倒提醒咱爱坚定仰望上主。伫生活中，咱会看到真侪黑暗面，这也代表咱需要上主，才通伫黑暗中看见光明。因为愿望来自上主。撒母耳记的故事上半部，扫罗死，以色列受拍败，用悲惨绝望做结尾。毋过下半部的叙事，大笔对恶表达愤怒，对扫罗的死表达哀伤，对雅比人表达良善，拄好是爱要互咱学习好好面对黑暗面。咱也
同样活踮上主的应允中，互伊的慈爱甲信实包围。咱所爱做的，就是坚定军队上主，将伊所赐的慈爱甲信实彰显出来。上主的恩惠照着咱的行动显明，经由语言传递，因为安尼咱传讲的是上主的慈爱甲信实，毋是炫耀家己的功劳和成绩。当咱干那讲家己就我道，互人听见福音，干那听咱的言谈，就知影是毋是对上主忠实。第一位行入非洲传福音的英国宣教师利文斯顿，是值得学习的模样。伊的事工受攻击，也受称赞。这互咱知影，歹甲好总是交集做伙。伊心中常常响起安尼的声音：怎些会先歹一个人，互伊在意别人的称赞，而落藏踮心中伤久会发臭。因为安尼，咱选择将受欢迎甲被控告拢交托上主，明白上主看重的，毋是伟大的事奉，是仰望伊展现出来的慈爱甲信实。默想，我的服侍是毋是沦为爱别人看见的舞台？我的服侍是出于倒一种的动机呢？是毋是互人对我的信上看见上主的慈爱甲信实？我的服侍是毋是沦为爱别人看见的舞台？我的服侍是毋是出于一种动机呢？是毋是互人对我的信上看见上主的慈爱甲信实？咱来祈祷，慈爱的主，愿你的真理之光照亮人心中的黑暗，愿你的慈爱甲信实伫我心中彰显。仰望你的人也会拄着困难，但是有你恩典同在，虽然会拄着打击，毋过有你的丰富赏赐。愿你保守我，伫生活中常常有你的慈爱甲信实包围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